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说呢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我除了堵在你上班的路上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现在要去上班了。哎，这不小苏她男朋友吗？吵架了？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突然不见我了？你别这样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好多同事呢，你松手。好啊，这里不方便谈话，那我们车上谈。你松手，邵振荣！我没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别撞我！杜小苏和邵振荣，安全带。走。小苏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小苏，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躲着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我很着急啊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干嘛躲着我？你躲着我就一定有原因的。你是在不相信我吗？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说的吗？小松，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分手吧。小苏，对不起，同志，这里不让停车，请你出示下辆车。繁华暮鼓或者